大家好，我係阿樂，歡迎嚟到呢個頻道阿樂粵語講新聞。今日想同大家做一條樓市更新。如果你有睇我3月18號嗰條片，當時我已經講過葉秀亮教授訪問內容，嗰次佢俾人嘅感覺明顯偏淡。由香港經濟、樓市結構、供應變化幾方面一齊去睇香港樓市未來。而家隔咗大約1個月，去到4月9號，葉教授再接受信報訪問。1個月之後，佢有冇改變？市場又有冇改變？呢個先係今次最值得注意嘅地方。最近大家有留意香港樓市新聞，相信會覺得外面個氣氛同之前有啲唔同，成交量多咗，劈價盤少咗，有啲樓價指數開始回升，甚至有大行、地產代理開始講樓市已經見底。如果只係睇呢啲新聞標題，好容易會有一個感覺，就係香港樓市好似冇之前咁差，甚至有啲人會開始諗，係咪最壞時間已經過咗？但葉秀亮教授今次接受訪問，佢個態度係幾清楚，表示佢唔認同。佢係直接講，而家冇理由可以確認樓市見底。呢句說話，我覺得係今次成段訪問最核心一句，因為呢句說話一下就將成個市場而家流行緊嗰個講法拉返去另一邊。外面講緊見底，佢話未有理由確認見底；外面講緊回暖，佢話你見到嘅未必係真正轉勢。所以如果要用最簡單方法去總結今次訪問第一個重點，其實就係而家個市好似穩定咗，但葉教授認為呢種穩定未足以代表樓市真正安全。葉教授解釋唔係話而家完全冇好轉，佢都承認而家個市場的確有一啲反彈因素，例如股市比之前好返，出口數字有改善，之前市場最恐慌嗰段時間過咗。加上業主冇再好似之前咁樣大幅劈價，所以整體感覺冇之前咁差。但問題就係，葉教授覺得呢啲因素唔足以推論成樓市已經見底。佢認為而家更似係情緒緩和，唔係基本面徹底轉好。呢個分別其實好重要，因為情緒改善可以令市場短期回穩，但基本面冇明顯改善就未必支持到樓價長期向上。換句話講，佢唔係否定而家有反彈，佢係提醒大家反彈同見底係兩回事。呢個位好值得大家分清楚，因為而家好多樓市新聞會將成交量升咗、氣氛好返、指數回升，講到好似已經代表新一輪上升開始。但葉教授話未去到嗰一步。講到呢度，今次訪問第二個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佢講市場預測。葉教授今次講咗一個自己後生時期嘅故事。佢話自己以前做分析師見工，對方問佢覺得樓市會點，佢當時答升大約7%至8%，但對方覺得唔夠。對方同佢講要講25%先至可以吸引到人買股票。呢個故事講出嚟，其實成件事就唔再只係樓市分析咁簡單，而係講緊一個更現實嘅問題，就係市場上好多預測到底係分析定係推銷。葉教授覺得大行、地產代理，甚至某啲市場評論背後可能都有自己立場。地產代理想成交，證券行想地產股有氣氛，分析師有時要迎合市場情緒。所以你見到某啲特別樂觀嘅講法，未必代表真係冇風險，只係因為佢哋有理由要講到樂觀。呢段幾值得留意，因為佢係將市場點樣形成一種集體氣氛講到好白。作為觀眾，我哋其實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而家樓市外面咁多樂觀聲音，到底有幾多係分析，有幾多其實係立場？如果你有睇我3月18號嗰條片，當時葉教授幾強調香港經濟可能要面對比較長時間低迷，但今次4月9號呢個訪問就係冇再重複呢一點。我認為呢個就係幾值得講嘅位，因為今次明顯係佢焦點變咗。3月嗰次，佢比較似由宏觀經濟角度去睇樓市。4月今次嘅重心明顯更加集中喺樓價本身，即係話佢今次想講嘅唔再係因為香港經濟可能長期差，所以樓市有危險，而係就算經濟未必差到之前講得咁嚴重，樓價本身仍然係太高。呢個轉變，我覺得好值得觀眾去消化。因為呢個反而係另一種更現實嘅講法，即係話樓市未必需要一個非常差嘅經濟環境先至會有調整壓力。樓價本身已經可能太貴，而當葉教授個焦點由經濟轉去樓價本身，
佢之後論述就開始清楚。佢其中一個重點就係發展商托價。佢認為，如果發展商夠強，有能力托價，短時間之內係可以托住個市。但問題係托價唔係冇代價，而且托得越耐，代價可能越大。因為如果樓價長期維持喺高位，成個社會嘅成本都會跟住扯高，租金高、工資高、鋪租高、物價高，所有嘢都會被逼喺高成本之下運作。而到最後，當經濟承受唔住，就唔係只係樓價跌咁簡單，而係成個社會一齊調整。你會見到失業增加、鋪租下跌、消費轉弱，甚至成個社會氣氛都會差。所以葉教授今次講嘅唔單止係樓價太高，佢係講緊樓價如果長期被托高，最後付出代價嘅唔止係業主或者發展商，而係整個社會。呢一層幾重要，因為好多時我哋講樓市只會問升定跌，但葉教授今次更着重嘅係調整方式，即係樓價可以點樣落返去一個合理水平。係短痛定係長痛？佢甚至提出一個幾具體嘅講法。佢認為發展商如果而家可以用現價賣樓，然後再用大約3000至4000蚊一尺買地，某程度上就係賣貴貨換平貨，咁樣先至算走得甩。呢個講法唔一定人人同意，但你會見到佢係有一個實際想像，就係市場要調整，與其頂住，不如早啲處理。而當佢講到市場壓力，其實今次另一個幾多人會留意到嘅位就係新世界。佢提到新世界負債大約1600億，每年利息支出唔輕，收入未必足以完全覆蓋，所以喺佢眼中呢個唔係一個輕鬆局面，而係新世界呢個例子令你見到樓市壓力唔止反映喺樓價，仲反映喺發展商資產負債表。葉教授同時認為最重要係銀行守得住。佢認為中央同金管局已經出手協助續債，所以短期之內新世界未必即刻爆，但唔等於問題已經解決。我覺得呢個講法其實都幾中性，佢係提醒你風險可以暫時被壓住，但唔代表消失。再講到息口，葉教授今次都講得好直接，佢認為未來供樓成本大約都係3至4厘。換句話講，過去嗰種零息年代基本上唔好再幻想會返嚟，因為香港樓市喺過去好多年其實受惠於一個好特殊嘅低息環境。但如果而家利率環境已經變咗，就算樓市有反彈，都未必可以重複返以前嗰種大升浪。葉教授甚至講到，中東戰爭外圍局勢未必係最大震撼，反而係如果美國金融市場或者環球經濟出現更大問題。即係佢而家最擔心嘅係一個更大環境下，香港樓市到底有冇能力承受壓力？去到再長遠一層，就係公營房屋供應。葉教授提到，未來10年香港可能有30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如果一個家庭計3至4個人，涉及人口其實可以好大，平均每年大約3萬個單位，而私樓每年吸納量通常只係1萬至2萬。如果你將兩邊放埋一齊睇，你會發現一件事：香港未來房屋市場唔再係單純私人市場自己玩，政策供應會越來越重要。葉教授提出一個建議，就係將來可以考慮放寬收入同資產限制，令中等收入人士都有機會申請居屋或者夾心房屋。如果真係向住呢個方向行，對私人樓市購買力係會有影響，因為本來一部分會流向私樓市場嘅需求，可能會被公營房屋或者資助房屋吸走。所以講到最後，葉教授今次個大方向唔只係講樓價高唔高，仲講緊成個房屋市場嘅邏輯可能變緊，政策角色大咗，供應結構變咗，息口環境唔同咗，發展商壓力大咗。如果喺呢啲前提之下，市場仲係好快就相信而家已經見底，佢覺得係太早。最後講返樓價本身，葉教授講由03年至19或者21年，香港樓價升咗6倍。如果由09年計，都升咗大約2倍半，即係250%。早前雖然跌過30%，之後又有反彈，而家淨跌幅可能只係25%左右。佢認為呢個跌幅仍然未足夠反映之前升得咁多。所以按佢睇法，合理調整幅度仍然可能去到45%至50%。
講到呢度，我講少少自己睇法。我覺得今次葉秀亮教授呢個4月9號訪問，未必有3月嗰次咁震撼，因為3月嗰次一聽就會覺得佢講得好悲。但今次我反而覺得更值得思考，因為佢將問題講得更實際。佢而家講緊嘅就係香港樓市未必會即刻出事，但如果結構冇變，慢慢磨落去，時間更長，過程更悶，亦都容易令人誤判。因為最危險嗰種市場，未必係一眼睇到會爆嗰種，反而係一路俾你覺得應該差唔多穩定啦，但其實深層問題仲喺度。所以如果要我總結，今次4月訪問最重要一個訊息係葉秀亮教授將焦點由宏觀經濟轉咗去樓價結構本身，而呢個轉變可能代表佢覺得，即使香港經濟未去到最差，樓市本身都仲未調整完。所以最後問題唔係你信唔信短期反彈，而係你信唔信香港樓市而家見到嘅回穩已經足以代表新一輪上升開始，定係你會覺得呢啲只係大調整入面其中一段比較舒服嘅時間？呢個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答案。但至少葉教授今次訪問提醒咗大家一樣嘢：短期數據好睇，唔等於長期結構已經改變。今集我想講到呢度。如果你有睇我3月18號嗰條片，你都可以留言話我知你覺得葉教授有冇變咗，定其實只係換咗一個角度去講同一件事。如果你自己對香港樓市都有睇法，亦都歡迎留言一齊傾。我哋下次再見。